后来，这礼拜六8月23，就是第2波罢免投票。台中市长罗秀燕今仔日请假，为共党的立委来助阵。第一站是陪颜宽恒的车队来扫街。罗秀燕讲，虽然7月26国民党得到压倒性的胜利，但是此刻更加袂当大意。民进党的立委何欣纯继续带议员伫颜宽恒的选区车队扫街宣讲罢免。何欣纯嘛来呛罗秀燕，希望伊会当专心市政。台中市长罗秀燕透早来到台中大道，为党籍立委颜宽恒车队扫街宣讲反罢免，沿路真侪民众对因会手加油。虽然726罢免投票拿赢25-0胜利，不过罗秀燕强调，即马大家的心情可较袂当放冷。因为担心大家掉以轻心哈，那也因此呢，我们必须在倒数48小时的时候呢，全面冲刺。现在整个经济状态、整个国际形势非常的严峻，可是我们的国家机器却是在对内进行政治恶斗。罗秀燕请假一天，为中台湾社会党籍立委车队扫街反罢免，展现上强的家务角色。嘛讲823爱守条全部立委的实处。礼拜六出来投票，拜托同意罢免。另外，民进党立委何欣纯继续进行选区罢免车队扫街，对罗秀燕请假甲中台湾拿委助阵。何欣纯提出质疑：不要请假，要有开假单，然后要理由。那卢市长呢，再一次的请假，那这个理由呢，到底算不算正当？每一天都有一些意外事故发生，或者是呢，有需要呢，市长专注市政的部分，我们还是希望市长能够多多的专注在市政。何欣纯强调，台中逐工拢有重大的事件需要市长做决定。罗秀燕请假，安尼感到市民拢看在眼内。车队扫街第4天，罢免团体嘛是甲颜宽恒涉嫌贪污备案定条条。为了要下架这位贪污违法立委的努力，让市民可以看得更清楚。823投票紧啊，双方坚持到上尾一段路，就看选民的心内支向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